又閣有學生囡仔的權益受到損害啊！這是台中呢一間國小棒球隊的教練，伊是涉嫌對囡仔性侵、騙殺，甚至閣甲人翕做性影像，檢方是連續3波起訴，去查到有53個人受害。也毋過，這台中市教育局長呢，煞講是干那43個，這數字是有爭差。在野黨是批評市政府放呱呱，無人要出來擔責任，就連制度嘛有空芳。孩子安全不能等。盧秀燕負責。民代也扛棒大聲抗議，要求台中市政府負責。台中市某一個國小棒球隊教練，2014年10月，防檢機對學生囡仔性侵、猥褻、擱翕影像，犯案的時間大概6天。台中市教育局長張武民初7在議會備詢的時，講受害學生總共有43人。民代批評，甲檢方調查起訴的數字對袂起來，到今還無教育局官員下台負責。局長號稱說他有簽自行處分，但是處分盧秀燕沒有簽，真正是無要無緊哦。別人的囡仔他不在意，但是他把自己包裝得很好。台中地檢署在去年7月頭擺起訴，認定這名教練涉犯強制猥褻、強制性交等90項罪名，總共有32名未滿14歲少年受害。同年11月又閣查出另外10名學生囡仔受害。今年4月第3擺閣追加11名受害者，總共53人。人本教育基金會表示，教育局一直無擴大調查，官方掌握的數據攏出現爭差，這明顯是制度有問題。校園的權勢性侵、校園的性侵案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，那顯然這個結構性的問題，台中市政府長期沒有面對，那這應該要負起責任的。受害學生家長表示，目前當在甲學校講賠償，後續會透過法律行動爭取權益。學校有出面要談和解的金額，不和解就是走上法律，然後由律師來幫我們處理這件事情。第一批、第二批裡面的人數就有重複，可能有些人沒有掌握到他有重複的部分哈。那第3次的這個起訴，這2天可是處分書還沒有到。台中市長羅秀燕表示，受害人數爭差是因為有動態情形，希望法院會當對這個教練重判。目前已經針對學校前後任的校長甲教職員做記告的處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